也这平安，大家好。咱时间已经到，要用恭敬甲真实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咱的主。请咱来吟会经诗363首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拜礼，我的祈祷，不望你应我，我要迎你的圣殿，照亮你叫大的恩主，我心中。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。好用静声。
继续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压砍的，这人有福气。耶和华无算伊罪有罪，伊的心无奸诈的，这人有福气。恁义人啊，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。心正直的人啊，恁着出欢喜的声。做伙来吟神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甲自执欢喜，起立吟全首。万有三甲自执欢喜，乐乐上帝一声吟诗。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日头出现大光光天，日落月出来照暗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的真心隆重欢喜。升起，阿拉天地永更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溪水清清滴滴流来，阴云响亮大乐和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青翠，修行节节和美归归，阿拉天地永更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咱踮世间思维烦恼，实在免惊有主通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大家相听同真同情，好使上帝永远无停。阿拉天父，阿永更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请咱永远听着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，伫第1段到第3段。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实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。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定是假死过活，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和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快乐，互咱伫万百世中做见证。直到主过来，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搁定军被本地严重所有的自明。通过疼甲受苦，来成做毋忘的记号。请坐。
三角来启用，三角启用，以启用文11篇，诗篇32。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佮心无干燥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你的手日日重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，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，拢要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。为庇佑我脱离艰苦，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。毋通亲像马，落无知识。歹人会受真济痛苦。义人啊，恁就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三角来祈祷。俄罗主，阮因为相信主，得到救恩，要大声唱出俄罗的歌，也因为相信主。主请阮做义，俄罗主，主看阮是义的人，有领受你的慈爱，我要欢喜快乐。感谢主，我要倚靠主来得到欢喜，这是真实的。当阮无阁有欢喜的时，求主的光照阮。互阮搁一遍到主的面前认罪，求主赦免阮的罪，互阮内面有清气的心、换心正直的心灵，重新得到欢喜。当早起的敬拜，王牧师要分享，做工的人互圣神充满，照主的话讲。毋是靠权力，毋是靠才能，着靠圣神才会成就一切。我要倚靠圣神，互圣神充满，日常生活中持续伫阮心内，通会看到家己的罪，哪亲近主，欢喜过着灵修的生活。时常祈祷、读圣经、认捌主的话，因为圣神，我要得到快乐，通做所有的工。当阮有困难的时，要靠圣神得胜。感谢主，因为圣神伫阮心内，阮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有主永远的同在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。就是阮平安，阿
生活对现实要现实的歌名更正吼，咱就无迄我更正一个。今仔要献诗是 Dona Nobis Pacem， 就是翻做叫做上帝赐平安。三甲来强读上帝的话，以现代的即个汉语译本吼，《使徒行传》6章第1节到第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6章第1节到第7节。过无偌久，门徒的人数一直加添，讲希腊语的犹太人，埋怨遐个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，因为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，有忽略
因的寡妇。10位使徒就召集全体门徒，对因讲：阮将宣讲上帝信息的工作放下地，去管分配日常生活的需要无合，所以兄弟啊，着对恁中间选7个有好名声、受圣神充满、阁有智慧的人，阮通任命因办理遮个代志。阮要专心伫祈祷甲传道的工作。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。搁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纳、希文、巴米纳，甲改革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。因互遮个人徛伫使徒面前，使徒就为因祈祷，甲因握手。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，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，阁有真济祭司嘛听探即个信仰。以上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我心偏向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因公，提醒我耶主。现在，现在，我心偏向来尊重，我心情在对你因公，提醒我耶主。今仔真欢喜，邀请王美师牧师，咱拢熟悉的王牧师吼，要来甲咱分享。伊要讲到的题目是：做工的人互圣神充满。咱大家来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的圣神充满阮每一个人。充满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求你的圣神教示阮，互阮会当明白晓悟你的话语，用你的话成做阮生活信仰的准则。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顶一摆来遮甲大家分享咱所徛起的信仰的世界。伫迄时有讲到，长老教会是一个先知型的教会，追求公义，互别人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相款的照顾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，嘛通过侪项的代志在做工。咱的上帝是做工的上帝，咱拢是做工的人。无偌久之前，咱的教会有选新的长老甲执事。根据教会的法规，地方教会就是咱的社会上界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爱传扬福音，甲关怀社会。第二项爱做的代志是礼拜甲圣礼典。第三项是爱办理会员制，维持教会的纪律，以及培养会员的信德。其他的代志拢排伫这3项代志的后壁。譬如讲，爱管理教会附属的机构，爱管理财政，爱召开会员和会，办理牧师
长老以及执事的选举，办理牧师的续聘的代志，办理长老、执事的任免，以及往中会来申请有关的事项，选派代理长老。摆伫后壁，毋是表示无要紧，只是表示伫要紧的头前有搁较要紧的代志。其他有关教会的行政等等，拢是小会治理的事项。根据我个人咧使用时间的记录，我发现真侪牧师有当时开会足侪时间伫行政的顶面，颠倒传扬福音甲关怀社会的时间较少。我真渴望即款的情形会当愈来愈加改善。我嘛相信，伫咱倒行教会中间有真好的分工，会当互规个小会会使专务头前3项的代志。第一项就是传扬福音、关怀社会；第二项简单讲就是好好礼拜；第3项就是爱培育信徒。这3项中间是啥物上要紧呢？请咱大家做伙来讲，第一项是啥？传扬福音甲关怀社会，这是真特别的。我常常有听到人讲，长老教会会去关怀社会，无咧传扬福音。其实这是毋对的印象。伫咱教会法规第一项就讲，传扬福音、关怀社会是做伙是上界重要的，是咱的牧师长老组织小会上界重要的代志。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第9章第96条，长老甲牧师组成小会共同整理教会事工，执事爱协助牧师以及长老办理教会事工。这就是为什么头前要甲遮个小会治理的事项，甲大家分享。因为执事的工课是要协助牧师以及长老办理教会的事工。安尼，请问执事要办理什么款的教会事工？要协助牧师甲长老办理什么款的事工？就是头前讲的迄11项，其中上界要紧的头前3项。传扬福音、关怀社会、好好礼拜、培育信徒。为什么传扬福音甲关怀社会遐尼要紧？咱若看今仔日的使徒行传，就是安尼讲的。教会历史甲组织嘛是安尼讲的。彼得牧师捌甲我分享过，伊讲伊的阿嬷、伊的老爸拢捌伫教会做执事，无毋对。我的阿嬷毋捌做过执事，毋过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做过执事，嘛做过长老。彼得牧师要分享一项代志，伊细汉的时阵，差不多伫6岁的时，迄当阵教会的圣诞节咧办桌，办啊真青草。伊的阿嬷也是我的阿嬷吼，就足无闲。伊看到真侪青份人来教会食饭。有的是对家路内底，看到教会咧办桌，就行入来。因的清菜非常的清菜。伊就问伊阿嬷讲，问我阿嬷讲，这个人就毋捌来过礼拜，哪会当来甲阮做伙食饭？伊阿嬷就甲伊讲，本来就是为着因来备办的，执事伫咧掌管，互大家食饱的工课。这甲使徒行传讲的同款。另外一个咧，就是我的老爸咧做执事的时阵，伊定定徛伫教会的入口，引带人来去坐。其实这伫咧初代教会记录中间，约了主后250年的文献，就有记载。执事的工课伫教会，就是爱看头看尾。我今日看到是丁科长老徛伫咧门口吼，毋过丁科长老嘛做过执事，所以嘛是伊的工课无毋对吼。徛伫门口，伫遐看前看后，顾头看尾，看有啥物人来，甲人接待。搁较特别吼，我毋知即马咱会当做一无，不过迄当阵250年的时阵，即事搁爱伫咧礼拜的时阵，看人吼，敢有人伫遐拄久无？然后有人拄久爱甲伊提起，吼，请伊毋通个拄久啊吼。搁有人嘛伫遐切切足足。伫咧讲话的时阵，即个执事嘛爱甲伊提起，
咱爱有一个好的特殊，叫会众来安静，来维持来特殊。搁较要紧的，这点我看了是真感动，应该确保老人是大人有位通好坐。这是特殊的工课。安尼看起来，特殊伫礼拜中间是重要的人。我今仔日真欢喜有机会来甲大家分享关系遮的特殊的代志。咱若搁来看特殊。等到四道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的时阵，咱若要了解这个制度的源起头，咱就爱对四道行传有一个基础的理解。四道行传基本上四道就是受到上帝差遣的人，四道行传就是受到上帝差遣的人的故事。四道行传是一个真特别的历史的记载，伊吸引咱。来用守住生命的历史的意识来进行，什么意思？四道行传内底历史观，甲咱即马一般世界咧写历史的时阵，迄种历史的观点是无共款的。伫四道行传内底，你至少会当看到3种。第一种就是伫迄当中发生的一个历史，伫迄个罗马帝国统治的所在所发生的历史。第2种就是人讲起的历史，四道行传互人记载落来，所以人安怎讲，迄是人讲的历史。第3种的历史，你会当看到，就是上帝的心意伫咧内面的历史。所以咱咧看四道行传的时阵，你要有即种3种的角度。第一，伫咧罗马帝国迄个时代，迄个空间内底发生的代志。第2，就是因所讲起的历史是甚物款；第3，就是伫迄个中间，上帝的心意，伊爱咱学习的上帝迄个历史的意识是啥物？上界核心，若要用一句话来讲，四道行传是显明上帝甚物款的心意，显明上帝要守住生命的心意。所以，咱咧读四道行传的时阵，咱要有即款的意识，迄是一本守住生命的故事。所以，你若有即款的意识的时阵，你就会发现，过去、未来、中恩的迄个现在，即点就变成做真要紧，因为伫即点其实有上帝要做新事，要做新的创造。伫遐，咱爱对调上帝要做新事的即种动力，继续往头前来跑走。所以通过这本《四道行传》，咱就知影有上帝的未来的人，你的未来若是有上帝，你就袂看轻现在；你的未来若无上帝，连这点都无达得我。即马就是圣神做工的时阵，这点就是圣神甲咱做伙的时阵，毋通袂记得，圣神真欢喜甲咱做伙。所以每一个这点，请咱毋通来看轻，因为圣神无看轻人的时间，伊要甲咱做伙创造一个要紧的时间。伫迄个时间的内底，每一个受造的，毋是无要无紧，每一个受造的，拢伫伊的心内底，拢是伊要守住生命的对象。四道行传启示圣神，伊参与圣神参与伫咱的时间内面，分享咱的时间，佮参与伫咱徛起的所在，甲即个所在，毋是别位，就是即个所在。伫四道行传，就是罗马帝国，就是遮的基督徒聚集的所在。伫笃行教会，就是伫遮，伫咱聚集的所在，徛起的所在。圣神要当作这是伊神圣活动的所在。咱若是有即款的历史意识，咱就会当理解四道行传，就要甲过去想啊真美好，想啊真浪漫。咱常常拢会讲啊，咱若是转去初代教会，毋知有偌好。哦，迄当阵看四道行传，哇，人一直增加，对毋对？不过今仔日的起头，咱看到的是啥物？埋怨。伫教会内底，
讲什么希腊语的人，甲讲希伯来语的人安那埋怨，啊那换即马话叫做啥？冤家意见袂合，对毋对？今仔日的教会嘛，常常有即款的代志。啊，咱来看，真趣味，埋怨袂合的时阵，教会会安那？安尼就来看圣神的工作，安那伫即个教会内底来进行。伫个遮的速度，遮的人，敢有顺谈圣神的工作？迄会决定埋怨意见袂合以后的发展是啥？所以伫个遮咱会当看到，伫个速度行传，基本的速度行传，伊是一个要对抗罗马帝国的故事。咱一定爱注意即项代志，因为这是历史的第一站意义。罗马帝国的目的是啥？罗马帝国用伊家己的形象来塑造即个世界。你若要讲罗马的文明，其实就是城市的文明。什么叫城市的文明？为着要起造城市的文明，所以叫人离开伊家己徛起的所在。叫人用农业的出产来服务城市内底一直在发展的市场。迄个小农夫简单会当用罗马的贵族来屈服做事。你若唔肯，安尼就伫城市内底做流浪的人。只有生伫咧好的人家，迄是去买自由，迄是主人。主动讲要讨放奴才，安尼你才有可能成做自由的人。成做自由的人，上界重要意义是啥？你才会当主张你家己是人。前一摆嘛有讲过，奴才伫迄个时代毋是人，伊只是一个物件。主人想要对伊安怎，就会使安怎。毋过这对真侪人是想拢毋免想的美梦。罗马有真水的公共的建筑物，嘛有真侪的庙宇。伫因的徛家、贵族的徛家、人的徛家，注意哦，迄当阵的人，特别是贵族，奴才毋是人。伫地中海的四国世界拢是水的建筑物，毋那是美学的一个记号。这个是罗马通过看会到的物件制造出来的一种甲人民洗脑的工具。罗马的基础是起造伫奴才的经济顶面，伊看起来亲像有真包容的文化，伊包容各种的文化、各种的宗教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这个宗教信仰袂当来威胁神圣的帝国，安尼就会使。所以，伊的这个包容，伊的普世的世界主义，其实是控制好好的。受到控制的世界主义，定定拢会衰败。咱看起来，那亲像真多元的这种多元性，罗马落尾拢会变成做一种特质，叫做罗马式。多元的台湾，伫日本统治的时阵，就会变做皇明；伫中华帝国统治的时阵，就会变做中华民国民。所以生活伫帝国中间，无势力，你就会变成做帝国的一部分。袂记得，你家己是上帝国的人民。这个帝国，政治的帝国，咱拢真有意识。毋过，上界严重的帝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，伊会互人用伊的生产来做伊的价值的标准。一个人若无法度生产，伊就无路用。伫即个社会中间，伫即个帝国中间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价值。使徒行传讲的基督徒，毋是安尼。早期的基督徒，咱看到今仔日埋怨的代志是有寡妇无受到照顾，所以早期的基督徒，因是对照顾寡妇甲孤儿去养饲摇巴肚的人，安顿遐无法无厝通转去的人开始的。上早的一个故事。伫个基督徒的群体内底，选7个查甫人来管理分配邻者互寡妇。其中有一个叫做司提反，
后壁阁有对6个人。咱也知影，你若煮饭管得好，伫个遮司提反对管煮食起价对毋对？落尾安那顺道呢？煮饭煮甲顺道吼，管理饭食的人到顺道即条道路，看起来那亲像真恶的想象，是安那行过的？因为圣神伫伊心上，圣神充满。毋管你做的工是偌细，看起来偌安那，互人看起。当你是因为圣神充满来做的时阵，遐个工作真做圣神的工具。咱若看到落尾第7节讲的迄个结果是啥？上帝的信息传开，门徒增加，连祭司信犹太教的祭司嘛来归信，对主饭到上帝的道传开。哇！这个距离看起来哪亲像真远，无，其实真近。根据 Jenny E. Olson 伊的册《Deacons and Deaconesses Through the Centuries》，执事这里，咱头话讲使徒是啥物？是上帝差遣的人。执事这里咧，大家知影执事的意思？我的地包内底有线索。执事是啥？做工的人，因为 deaconess 是因为是女性，执事这字的动词就是做工。这个字伫咧四福音内底讲起耶稣咧做工，用的是同一字，所以耶稣是做工的人，使徒是受差遣的，无毋对。执事特别强调，伊是做工的人。教会建立执事的这份，是因为教会一开始，咱今仔日会当看到，就是对弱势甲丧乡的人真关心。若是对初代教会一直到今，咱去观察历史内底安那讲执事，其实伊嘛是社会福利、社会服务发展的历史。伫提摩太前书内底，咱拢知影有讲起执事理想的特质。毋管时间安那长细，执事这个职份一直拢甲照顾丧乡的人有关系。虽讲伊因为教会愈来愈改善化，愈来愈有组织，这个结果犹原无拍破执事这个核心的工作。伫咧中古世纪的时阵，执事诚做你若要做神职人员，头一步你爱先做执事。毋过到16世纪宗教改革，或者的宗教改革者，就想要转去初代教会的迄个源头，想要按照早期的教会来建立执事的职分。所以宗教改革中咧重建执事的职分的时阵，就邀请一般负责主线的平信徒嘛来担任执事。当迄时阵，政府想要去接管社会服务的即个重担的时阵，教会执事永远通过轰炸，而且有具体的行动来服侍。执事伫19世纪的德国有新的意义，男女的执事组成执事的团体，开始去做社会福利，去做护理，去做教区的工作，去做城市内面宣教的工作。这个工作，真做这个男女，因一世人专职的工作，迄是因一生中间某一个时期专职的工作。这个运动散去欧洲，到其他的新世界，一直到今仔日拢是安尼。咱整体来讲，执事的职分随无共款的时间变化，有真大春秋的空间。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要回应时代以及迄个时代对执事的想法。执事的角色甲功能，对初代教会发生了后，一直到今，真侪今仔日改革中的会众有执事的职分，是对会员的中间来选执事，也毋过实际上的实践，因为无共款的教会有真大的差别。
有诶教会有真完整诶执事诶结构，执事爱去创啥？爱去照顾伫诶教会内底以及教会外口有需要诶人。有诶完全无执事，有诶虽然有执事，毋过活动足少。那用教派来看，天主教、圣公会甲卫理公会，因拢依持中世纪执事的模式，就是要加做神职人员进前，比爱先做执事，一直到最近才渐渐改变。联合卫理公会已经取消这个制度，所以受按立的执事认为家己的工作是一种职业，因就无想要继续加做卫理公会中的牧者。就是长老，路德宗长老会军队16世纪宗教改革的传统，投入慈善甲教育的事业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伫一寡特别的时空的中间，执事就对教会中间消失。也毋过，虽无即个职分，执事的功能悠然继续。至少对改革中的改革者来讲，迄个精神。比结果更较要紧。教会伫即个世界的角色嘛咧改变，执事的角色就会军队教会的改变。伫一寡制度化的教会内底，执事已经消失了。毋过，即款的现象，互现代基督徒反省，教会是毋是应该重新建立执事的职分？执事伫咧现代，佮应该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咱来看历史，毋管时空安怎转变，在伫侪侪角色甲功能中间，执事有2种主要大的类型。第一，教会礼仪中间的角色；第二，慈善的角色。有的教会执事嘛参与伫教导、讲道、行政的工作。咱看司提反，伊后来是毋是有讲道？讲伤好。刚圣神充满，圣神做工了后，因为安尼来顺道，因为伊讲的道，互人心插着，所以执事毋是袂当讲道，伊嘛有可能有即款的功能。咱对文献中间会当发现，执事伫礼仪中的角色，佫较侪记载，较侪较赢过慈善的功能。毋过，执事收集资源、分发资源的角色，以及执事伫礼拜、礼仪中间的功能，至少爱甲伊看做共款要紧。这嘛是咱爱拍拼的方向。毋通袂记得今仔日的经文，执事选出来上要紧的工课是啥？分派食饭的代志，互使徒会当专心来讲道以及祈祷、传道的即个工作，伫教会中间，毋管是募款还是分配慈善的资源，毋那执事会当做，因为阁有其他的人嘛来进行即款福利的工作。伫咧中古世纪的时阵，宗教的体制就是负责来照顾送香的人。伫今仔日，教会嘛会运作福利的机构。去照顾身体、精神受到挑战的人，以及侪侪的长辈。举一个来，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平湖都有开设日照中心甲安养的机构。咱会想讲，这敢有啥物了不起？有一点仔了不起，因为迄个所在是相对来讲较无资源的所在。一般的长期照顾的机构，拢伫倒位服务？伫人济伫所在服务，伫会当摕到教育的收入的所在服务。所以伫台中无欠长期照顾的服务。毋过伫平湖长老教会伫遐设立照顾老人的照顾中心甲安养的机构。一般来讲，即款的专业机构。袂叫执事去做，毋过执事也是一直有份伫照顾有需要的人，身躯顶关怀、探访、祈祷、分配资源、送物资，甲人做伙食饭，
陪伴人、教育、抚养等等遮个工作，只要有心，愿意接受圣神互咱的挑战，人人拢会当做执事，执行执事的功能。教会毋管伫什么时代，拢认为执事爱参与社会服务，执事出身的长老，佫确实安尼。希望咱大家会当做伙来传扬福音，关怀社会，做第一要务，好好礼拜，培育信徒。做工的人，互圣神充满，就亲像伫使徒行传咱今仔日所读的。有人全心来服务社会，做慈善的工作；有人祈祷佮传道，结果是上帝的信息继续传互开，门徒的人数加添真多。伫遮咱要注意，伊毋是讲信徒的人数加添真多，伊讲的是门徒的人数加添真多。大家敢知影信徒甲门徒有啥物差别？信徒是信徒相信的人，门徒呢？伫遮特别用门徒来讲，门徒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。咱无要做帝国的门徒，咱是守护性命的上帝国的门徒。就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6章的这份名单内底。有较出名的司提反，有较无出名的腓力、别的哥罗、尼加纳、提文、巴米纳，以及改宗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、基哥拉，因拢是平平互圣神充满，是受到上帝重用做工的人。咱伫10月7日嘛有选出。都行教会的执事甲长老，伫咱手头共款嘛有一份名单，毋通袂记得，遮个伫咧顶面的人，共款是受圣神充满的人。咱中间若有人发生代志，有埋怨、有意见袂合的时阵，咱爱照圣经的教示来看，要安怎做？爱三甲来祈祷，通过祈祷，通过互圣神引带，来得到圣神所赏赐的智慧，来解决咱中间的冲突甲埋怨。伫遮甲遮名单摕出来，是要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做伙为这份名单顶面的人，出现伫顶面的名字的人，做伙来祈祷。求遮个长老甲执事，才做互圣神充满的人。毋通袂记得，你无长志的人，毋是甲即个教会无关系哦。你无长志的人，犹原要紧，因为伫经文中的记载，要选7个人出来管理饭食，是得到所有会众的同意，得到所有会众的同意。选出来了后。伫咧使徒替因换手祈祷了后，因同心做工。虽然经文无讲因安怎想出什么款的具体的做法，毋过咱知影圣神做工的效果是啥？上帝的信息传开啊，无阁有埋怨。上帝的信息传开，讲无共款愿意的遮个什么信徒遮个对无共款来的、无共款所在来的人，正做合一的一个教会，做伙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道理。我伫遮会签名，咱做伙来为遮的长老、执事来祈祷，求圣神甲因三家伫地。当咱伫道行教会拄着代志、意见袂合、埋怨的时阵，咱毋是简单讲出来。咱会当找咱的长老执事三甲参详，咱会当做伙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得到一个互圣神充满
有智慧、有信心解决的方法。咱做伙来为着罗金池长老、黄定科长老、尤志良长老、林子祖长老、陈木新长老、赖正雅长老、刘秀英长老，嘛为着桂林执事、朱慧执事、罗毅执事、秀珠执事、淑信执事、淑美执事、姚生执事、建中执事、雅文执事、平等执事、平营执事、培招执事。伫这中间有人当是第一任，有人当要就任，求上帝帮助咱所有的兄弟，做伙用祈祷来支持咱的同工，甲咱的同工做好的同工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啊，伫通过《使徒行传》写历史，写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，写阮喙讲的历史，佮写出你的心意。现在，你要通过独行教会的兄弟写第四种的历史，就是伫即点，就是伫遮。独行教会有新的同工，嘛有新的牧者要来引带。阮特别为着国生牧师、医管牧师以及所有的长老、执事来祈祷，以及所有独行的兄弟来祈祷。主啊，盼望你的圣神充满伫所有做工的兄弟顶面，有信心、有智慧、有合一的灵，会当同心合意来行王福音。伫咧圣神的引带内底，顺探圣神的引带，伫即个社区中间，写出属于独行教会家己使徒行传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三角金神圣诗444首，你调明何等清楚，请起立吟转首。请坐，奉献书献方面殿执事为主会执事。
请坐。我来报告。先来看第三面的金句。第三面的金句，我先读一遍，咱搁做伙来读两遍。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诚实的人。搁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文、巴米那。甲该将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使徒行传6章50节，做来读。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诚实的人。搁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文、巴米那。甲改革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使徒行传6章50节，搁一遍。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，因就选司提反，伊是充满信心甲诚实的人。搁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那、提文、巴米那。甲该将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使徒行传6章50节。第三面，共即面吼，就是迄个聚会表甲事奉表，咱家己看。后礼拜的讲道主日讲道吼是陈国成牧师，就是为后礼拜开始呢，10月开始，咱陈国成牧师伊主日讲道，来看第四面。第四面吼，教会消息。今仔真感谢福音教会王秘书牧师带领咱礼拜个讲道，感谢伊辛劳。第二点，为11月份，陈国成牧师、林医馆牧师开始伫笃行教会服侍。第三，台中中会议长定伫12月7日下晡3点伫本会礼拜堂举行。笃行教会第10任主任牧师陈国成甲教育牧师林医馆受职就任特会感恩礼拜。第四，礼拜后有爱餐感谢东亚温执事准备文字小组伫饭后休息。第五，感谢赖淑美执事代表本会参加10月26中会财务举办的教会财务实务演习会。第六，小会推派罗金碧长老做2025年第2长老，参加11月12中会举办的冬季议会。第七，请请团客明年度东港推选的结果，会长林炳云，委员陈雅温。第八，这礼拜3 10月30日的祈祷会为忍耐小组、公益小组代祷。第九，10月23早时9点半到下晡4点45伫本会举行2025年全教会事工研讨会，请遮的同工爱参加。第十，明年度的月历，若要买的，请去办公室登记甲交费。
每一份85块。今仔日截止，第11圣诞节的圣诞糕，有大盒的吼，35块，有35块，还有20块的，要买请到办公室登记。11月初10截止。12，全教会4年度的读经计划。本周读耶利米书31章1节到43章13节。作业已经交去的，请到办公室领这个考卷，有答案的考卷。看关怀协会的消息，有这个活动吼，有这个活动。这个是延到11月30，甲举办。来看第5面的团契消息。青少年团契伫礼拜后10月20伫5楼有聚会，弹跳之间。第2，少年团契。今仔日礼拜后11点40伫1楼的副堂聚会，邀请林祖林医生，就是牧云节的因公主吼。这个林祖林医生要分享常见消化道问题。咱的讲师林祖林已经伫咱中间，请你起立，互大家看一下。少年团契的消息，搁在第2点吼，12月13，中会少年部有举办活动啦，就是庆祝圣诞节、敬老甲庆婚感恩的礼拜。欢迎报名参加接受表扬。第3，出来读经，这礼拜是10月31日，伫7点半伫1楼的聚会吼。伊的题目是第18课信徒甲人的三交之道。第4项看妇女团契，11月初2 9点半有伫1楼举办的讲座，邀请的老师是陈凤祥，伊要主讲的题目是你毋知的第3届。第5，圣歌队11月初2拜六5点伫1楼举行年会解说。第6，兄弟团契11月初2游玩阁读经。11月初3下晡5点自餐哦，伫大河屋，每一人交费100。请会长尤志良长老报名。社青团契后礼拜日11月初3礼拜三的聚会，主题是电影欣赏。主日11月初3的到职员的会议哈，结束了，爱去6楼的活动，就是农场啊种植新菜苗。11月17有年末聚餐。这以上的报告，顶周的这个方面报告吼，伫第6面、第7面，若是有问题、有错误的，请财务部长反映，财务部长反映吼。搁报告一项，这个黄江川执事的妈妈黄霞明芳的。个别礼拜昨伫大道教会已经举行顺利完成吼。江川执事甲美凤姐伫咱中间吼，徛起要咱致意。好，请坐。安尼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？
无吼，无新的朋友来。安尼，咱进入迄个基体的祈祷，基体的祈祷吼，咱祈祷的事项，伫咱的周报的第六面，伫遐咱家己看吼，咱即时呢，就来为遮的代志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祈祷，恩甘传兄妈妈，恩谢明宏执事，伫早日入幕挥发，到个别礼拜，这所有事工拢顺利完成，亲人毋甘，佫会笑脸，总是毋望以后。佫会当相见。主耶稣安慰的话有讲，伫我的爸的家有济济厝体，因为我去是甲恁备办所在。若去甲恁备办所在，就要佫来接纳恁，归伫我。互我所伫地的，恁也伫遐。感谢主，阮确信这是你真实的应允。主掌管人的性命，有伊伫心灵甲病痛的权柄。圣经有讲，伊受咱的承受咱的软弱。担当咱的病痛，求主伊伫孙爱者、翠英姐、淑华执事、陈日新兄弟，求你洗清因的内面，互因有清气的心、换心正直的心灵，来到你的面前认罪祈祷。求主赐慈爱甲怜悯，感谢主。陈牧师甲林牧师已经搬入教会牧师馆，伫11月初就任，12月初8就任受职礼拜。这所有每一个事工，求主带领保守。参与的事工兄姐会尽心尽力完成。牧师伫笃行教会的事工是新的开始，求主坚固甲祝福因所做的工。原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三甲来行平安礼，请起立，大家刷开你的脚步出来，甲大家请安。来，做伙来唱来。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
来吟新训诗402首，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吟全首。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大个保护，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，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，对找因带失迷的人，这是我人生迫切毋忘。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倒行的兄弟姊妹三甲伫地，愿倒行教会即个上帝百姓的团契，会当通过疼甲受苦，成做愿望的记号，对这点高言世代无尽。阿阿门。请坐默祷。